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8月14号。這一期咱們聊一聊人工智能，就是 AI 對互聯網大廠的衝擊。這個人工智能對互聯網大廠的衝擊不僅體現在什麼 K 型發展向上的一條腿，不僅體現在這個對資本的這種抽血，還體現在用戶的使用習慣的變化，還體現在這個流量的變化，對原有的模式的一個衝擊。而這種顛覆衝擊那是要命的，致命的。我們過去老說互聯網大廠之間的競爭，你比如说騰讯、字節跳動、阿里，他們為了流量是吧，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最後流量就流向了对吧？這個字節系、騰訊就這些應用和 APP 上，這個大家自己你對照一下自己就知道，你每天打開什麼 APP， 打開什麼應用，花的時間最多，就明白了。這個實際就是充分的體現在各個互聯網大厂對一個用戶的爭奪，在手機屏幕上面。因為我們每個人時間是有限的，一天就是24小時，你全在刷，你刷的是哪些家的 APP 等等那麼人工智能对大廠的衝擊呢，在流量這塊更明顯。以往總說對吧？打敗你的不是你的對手，而是別人，對吧？不知道從哪兒來的降維打擊，天外飛仙，如來神掌。事實上也這樣就是互聯網大廠之間這麼競爭，雖然流量在分配在變化，但是還沒有誰說直接就嘎了直接就黄了，就倒下了。大家雖然有人在增長，有人在下跌，但是還是比較緩慢，好歹還有口飯吃，可以苟延殘喘。但是人工智能一出來這一切就改變了。頭部对吧，流量会很多，下面流量就沒有了，直接就黃。我們以這個搜索引擎百度為例來講一講這個事情。聽完這個你就知道互聯網大廠為什麼焦慮為什麼着急為什麼現在互聯網大廠在滾動式裁員一波又一波的裁因為他們隨時都有可能完了。昨天你看着他還好是吧？昨天你看大廠員工年薪還幾十萬，過2天那個大廠就沒了，這找誰說理去呢？而這個不是危言聳聽這就是當下人工智能它的衝擊。我們以百度為例2020年1季度百度 APP 活躍用戶降至 6.55 億，同比下降 10%， 就跟去年比百度不是一個普通的 APP 在過去20年中國互聯網裡，百度一下幾乎是上網搜東西的代名詞，它是流量的起點，信息的入口，無數網站賴以生存的水龍頭。用戶進入互聯網或者是移動互聯網，一般的從百度這兒進去。在過去你通過這個去搜，但是在 AI 時代，用戶越來越傾向於直接從 AI 助手獲取答案，而不是通過搜索引擎點擊鏈接。過去你通過搜索引擎一搜出來是個鏈接嘛，然後你點這個鏈接進去，然後才到你的正式的頁面。那這個頁面很有可能就是莆田醫院是個廣告頁面。但是在 AI 時代用戶搜要的不是鏈接，要的是直接的答案。環球同此凉熱，也就全世界都這樣在太平洋的另一端同樣的劇本正在以更劇烈的方式上演。一場波及整個互聯網的流量大崩塌正在發生，而人們並不在意，也就是它是悄悄發生的，我們根本就不知道。但是我们的習慣在改变包括我在內，我現在基本上已經不用搜索引擎了我有什麼問題我想搜個什麼東西，大部分都已經用人工智能了，但是偶爾有些東西還用搜索引擎，但我覺得這個很快就會被改掉，因為 AI 它在迭代，它在與時俱進，它越來越厲害。所以你現在還殘留在搜索引擎上的那些搜索習慣，很快 AI 就會給你一個滿意的解決方案答復，對吧？你上面用 AI 搜什麼都可以搜。2020年3月一家分析公司叫查特比特，他向阿克西奧斯獨家提供了一組數據，引爆整個出版行業。它主要是反映出版行業的搜索。這組數據追蹤了查特比特全球數千家客戶網站過去2年流量變化，結論那是相當的觸目驚心。小型出版商，什麼叫小型呢？就是日均1000到1萬的頁面瀏覽網站的，這種叫小型出版商。
小型出版商的搜索引擎流量暴跌60%，中型出版商跌了47%，大型出版商跌幅相对温和，只跌了22%，22%也不少啊。就是你通过谷歌你一搜，对吧？什么出版商搜，然后这个谷歌就会给你出来链接嘛，你点进那个链接，这就是一次搜索。相当于谷歌为那个出版商，对吧？引流，而这种引流啊，小出版商去年是下跌60%，中型出版商下跌47%，大的出版商下跌22%。哎，那是用户不需要这些搜索了吗？不需要这些内容吗？不是啊，是用户的習慣改變了。規模越小，死得越慘，原因也不複雜。大型媒體有品牌認知度，有 APP， 有郵件訂閱列表，有直接訪問忠實用戶。小型出版商幾乎把全部身家壓在了谷歌搜索上，當搜索流量斷崖式下跌，他們沒有任何緩衝。來自谷歌搜索頁面瀏覽量在2024年12月到2025年12月下降了34%，而谷歌啊同期也下降15%，整個谷歌這個流量水龍頭正在被擰緊，就是說用戶通過谷歌搜索這本身就下降了，那你說分到你那些小型的出版商身上那就更少了啊，源頭就開始下降。但具體到個別網站，數字比這些平均值要慘烈得多。路普數字營銷啊，這是一家這個搜索引擎啊，這個優化機構吧。這裡叫路普數字營銷啊，2020年5月發布一份報告裡列出了受影響最大的網站名單，有的啊流量是暴跌48%，有的流量是從 1.22 億降到了6900萬。全球最大的編程問答社區流量下跌 35.5%， 谷歌搜索流量下降 32.4%， 全部是在下降啊。連圖片搜索、圖片素材網站也沒有逃過下降的命運，月用戶從2680萬下降到1770萬，跌幅達 34%， 也就是全美啊各行各業各大網站搜索量都在下降。如果啊你把這份名單橫向一看，就會發現一個令人不安的規律，被砍得最狠的恰恰是過去10年互聯網信息基礎設施核心組成部分，新聞媒體比如 CNN， 比如商業週刊啊，知識問答平台、醫療信息網站、圖片素材平台，這些網站有一個共同特點，它們存在的根本價值是回答用戶的問題。用戶通過搜索有什麼問題的吧，他通過谷歌或者通過什麼搜索引擎，然後谷歌給他一個鏈接，他點鏈接進去，在裡面看到了答案。一般的對吧，這是用戶的這種搜索習慣。但是現在問題在哪呢？ AI 呀，用戶通過 AI 搜索 ，AI 就直接給你答案，而不是給你那個網站的地址，讓你上到網站去看。AI 直接告訴你答案，用戶呢就省去了啊，直接點到那個網站去看的這一步。那個網站它不就沒有流量嗎？但是那個網站的答案被 AI 自己沒有答案呢 ，AI 的答案從哪兒來的呢？還是從那網站對吧整過來的？這就形成了一個什麼？流量被劫持了，被攔截了。你比如說啊，我舉個例子吧，你比如說有的網站是專門做那個旅行攻略的，比如說我想去山西去玩，哎，我去在網上一搜到那網站，那是網站是好多帖子是吧，或者亂七八糟的啊，告訴你山西怎麼玩，對吧？或者我在網上我就百度。我以前的消費習慣，搜索習慣，那肯定是在百度上一搜啊，去哪兒玩？好，那百度咵跳好了頁面鏈接，我點到鏈接進去，好，進到一個網站，那網站裡面有介紹啊，然後可能不同的帖子都在介紹啊，去山西怎麼玩，對吧？要哪兒避坑，要怎麼，對吧？好，我實際上要的就是答案嘛。但是現在我是通過人工智能搜索的時候，人工智能它並不會把我帶到那些網站去，它直接給我答案。這就是這個用戶的習慣發生變化，導致啊加上 AI 人家的結果呈現不同，工作原理不同，直接導致整個過去的這種生意模式完全坍塌被顛覆。AI 正在替這些網站啊給用戶做解答，這就導致零點擊時代。要理解正在發生什麼，首先是要搞清一個概念，叫零點擊搜索。這個詞指的是用戶在搜索引擎上輸入一個問題，直接在搜索結果頁面上得到了答案，
不需要點擊任何鏈接，不需要訪問任何網站。全球大約60%的搜索現在是以零點擊結束，直接呈現的答案出来了，我也不需要再點了啊。而在手機端，這個數字更是高達77%。零點擊搜索並不是 AI 時代才出現，谷歌早就通過精選摘要和知識面板這些功能在做同樣的事情，把答案直接展示在搜索結果頁上，減少用戶點擊離開谷歌的理由。但是 AI 把這件事推向了一個完全不同的量級。根據多項研究数据谷歌 AI 目前已經覆蓋了大約48%的搜索查詢，同比增長58%。当一個搜索結果頁面出現 AI 時，排名第一的自然搜索結果點擊量下降34%到58%，取決於你看哪項研究，但方向完全一致。另有機構分析認為在有這種人工智能的查詢中，自然搜索整體點擊率暴跌61%，就是大部分都沒了。你的網站還在搜索結果裡，排名可能完全沒有變，但點擊量已經一樣，這對很多網站運營者來說是最令人困惑的部分。我什麼都沒有錯，但流量斷崖式下跌。而另一半是整個新興的 AI 搜索生態正在野蠻生長。ChatGPT 現在每周處理超過10億次搜索查詢，谷歌的Gemini 等等這些 AI 都在快速增長。但是这些人工智能他们引流搜索的增長量等等不盡相同，但是都在快速增長，都是2位數的增長這些 AI 產品的運作方式和傳統搜索引擎有一個本質的區別。谷歌過去的商業邏輯是把用戶送到網站上，你搜一個問題，谷歌給你一串鏈接，你點進去，谷歌的工作就完成了。這是一個導流模型，就把用戶從這兒入口開始分，往哪兒分，對不對？導流模型。而 AI 聊天產品邏輯是把答案直接給你，他讀了你的內容，理解了你的知識，合成了一個回答，然後直接交付給用戶。用戶滿意了，用戶離開了，從頭到尾用戶不知道這是從哪個網站來的，用戶也不需要知道這個答案來自哪裡，也不需要訪問任何一個網站。這就是為什麼僅僅盯着谷歌的流量變化是不夠的，真正正在發生的事情比谷歌算法更新更深刻得多。整個互聯網正在從一個鏈接網絡變成一個答案網絡。過去20年，互聯網信息流動基本鏈條是創作者生產內容，搜索引擎索引和排序，用戶點擊鏈接訪問網站，內容創作者獲得流量和廣告收入，這是一個閉環，每個參與者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利益。現在這鏈條正在被截斷，新的鏈條變成了創作者的內容被 AI 抓取和學習， AI 直接回答用戶的問題，用戶滿意離開，內容創作者什麼都沒有得到。整個的生意模式變了內容創作者得不到任何東西，他就不再去創造內容，不再創造內容，那以後 AI 怎麼抓取呢？所以它這個模式現在在發生顛覆性的變化。AI 自己生成內容是嗎？ AI 自己去回答，中間那個點擊環節20年來支撐起整個數字出版業、數字廣告業、內容營銷業的核心基礎設施正在被系統性的消滅。這個說的是全球美國，尤其是美國，那實際上我們這是一樣，互聯網都是一樣的。中國的平行宇宙有人認為這主要是谷歌和英文互聯網的故事，跟中國關係不大。恰恰相反，中國正在經歷同樣的事情，只是拿走流量的公司不同。在美國，節流的主要力量是谷歌自己的搜索引擎，谷歌自己的人工智能。谷歌在自家搜索結果頂部放一個 AI 生成的摘要，把用戶留在搜索結果頁上，不再導向外部網站，這相當於谷歌自己截了自己的流量。實際上現在咱們這個社交媒體都是這樣，你比如微博，你微博上你看個什麼東西或者搜索什麼東西，它馬上出來那個微博自搜是吧？一大堆，就是一個意思不想讓你跑了，你繞來繞去還在微博上吧，就這意思。中國的情況其實更為慘烈，截流的不是傳統的搜索自己，而是一整批獨立的 AI 原生應用，豆包、千問、DeepSeek， 他們直接從傳統搜索手裡把用戶搶走了。實際上就是從百度手裡我們的搜索引擎本來就幾個嘛，百度垂直引擎有幾個，對吧？
但是這些都被人工智能這個原生的應用給截流。數字能說明問題。瑞士移動的這是一家機構它的數據顯示2020年4月，搜索引擎類 APP 月人均使用次數同比下降 19%， 使用时长下降 12%， 而同一时期 AI 原生 APP 月活用戶已接近5億，月人均使用次数達到了91次，人均使用時長180分鐘。其中豆包到6月月活已經突破 5.28 億，5.28億這个數字已經約等於百度 APP 的月活。百度 APP 它月活就是 6.5 億，而且前者還在漲，百度的這個月活還在下降，他們很快就會相遇。貴世移動在2026年5月的調研中發現，在其觀察的25個行業 APP 中，28個行業同時面臨用戶使用次數和時長的同比下降，另有 40% 至少一項指標下降。搜索、汽車資訊和旅遊是最先感受到 AI 信息分發衝擊的3個行業。在在線旅遊行業用戶中 69.4% 同時在使用 AI 原生 APP， 汽車資訊用戶這一比例 51%。這裡有一個數據特別值得研究，太平洋汽車的網站內容被豆包、千問和 DeepSeek 引用之後，合計觸達了1237萬用戶。聽起來是個好消息，這個數字相當於太平洋汽車 APP 自有流量的114倍。也就是說有超過100倍的用戶通過 AI 平台消費了太平洋汽車的內容，但這些用戶從未踏入過太平洋汽車的網站。他們在豆包聊天窗口問了一個關於買車的問題，豆包引用太平洋汽車內容給出了答案，用戶滿意的關掉了對話。太平洋汽車貢獻了知識， AI 平台收穫了用戶，而太平洋汽車什麼也沒有得到。拿走流量的公司不同，但被侵蝕的邏輯完全一樣。不管是谷歌的還是豆包，本質上都是在做同一件事，讀取內容創作者的知識，合成答案，直接交付給用戶，跳過原始來源。這就是你看整個的模式發生變化，有去無回的流量到這裡也可能有人會問AI 拿走了搜索引擎的流量，沒錯，當 AI 是不是也會引用來源附上鏈接？就是 AI 到時候實際上很多 AI 是有鏈接的你比如 Gemini 它後面會附鏈接，你一點可以點到那個網站去比如說你搜索一個新聞它馬上會出來，下面好多都是鏈接。那有人就說了，那這樣 AI 產品不也給這個網站導流嗎？理論上是這樣但實際上這個導流可以忽略不計。為什麼呢？根據查特比特的數據顯示從2024年12月到2025年12月，來自 AI 聊天工具的引流確實增長超過 200%， 但增長 200% 之後它佔出版商總頁面瀏覽量的比例仍然不到 1%。 另外一家機構在2020年數字體驗基準報告中給出了更精確的數字， AI 引流流量同比暴增 632%， 但仍然只佔所有流量的 0.2%， 而且這個 0.2% 的質量也不容樂觀，是低質量的53.6% 的 AI 引流用戶直接跳走了，600%的增長， 0.2% 的佔比，超過一半直接離開。這組數字勾勒出一幅很殘酷的畫面， AI 正在從搜索引擎那裡吃走大量的流量，但它並沒有把這些流量轉發給內容創作者，它只是把流量留在了自己的平台上。更值得玩味的是，用戶從 AI 點擊到網站後的行為，就是有的用戶AI 搜索完之後，他也會點擊 AI 後面附帶的鏈接，但是根據機構統計這樣的用戶他點擊鏈接，他是目的是什麼？很多人他只是為了驗證一下原來的網站是不是這麼說的。多項分析指出他說很多 AI 聊天工具點過來的用戶其實只是想驗證 AI 給的答案是否準確，他們打開網頁掃一眼，確認 AI 沒有胡說八道，然後關掉頁面離開。他們不是來消費內容的，他們是來核實內容，核實事實，就是比對一下，看看這個人工智能回答的是不是真的。這種訪問對內容創作者來說幾乎沒有商業價值。
這就構成了一個巨大的生態不对等。AI 公司用出版商和内容創作者的內容來訓練模型，用戶向 AI 提問時 ，AI 利用這些學到的知識生成答案，用戶滿意了，留在了 AI 平台上，廣告收入留在了 AI 平台，如果有的話啊，現在還沒有廣告收入啊。而那些創造了原始知識和內容的人，幾乎什麼都沒有得到。這不僅僅是一個流量分配的問題，它正在動搖整個數字內容經濟的根基，也就是產生內容的人得不到任何利益，那這原始內容從哪兒產生呢？過去20年，互聯網數字廣告基本邏輯是建立在訪問、展示、點擊這個鏈條上。用戶訪問網站，看到廣告，廣告主付費，但訪問這個點擊本身開始消失，這整條鏈條的基礎就不存在了。對於那些依賴廣告收入生存的媒體和內容平台來說，這是一個存亡级別的威脅。有機構預測啊，到2028年，來自傳統搜索引擎的有機流量將下降50%，不是5%，不是10%，是砍掉一半。如果這個預算成真，我們將生活在一個與今天截然不同的互聯網中，這可能才是這場節流最深層的悖論。再說說百度啊，百度正在用 AI 來彌補搜索廣告的衰落。2020年一季度 ，AI 驅動業務收入136億元，同比增長49%，占核心業務收入的比例首次超過一半。百度在 AI 殺死舊百度的同時，試圖用 AI 再造一個新的百度。但更大的問題不在百度身上，百度至少有能力轉型。那些被百度導流養活的，就是百度以前的生態啊，養活的無數中小網站、內容平台、垂直社區呢，他們沒有能力做 AI， 沒有品牌讓用戶直接來訪。但搜索引擎不再導流， AI 也不導流的時候，這些原來靠內容活着的人該怎麼辦？20年來，搜索引擎和網站之間有一個不成文的契約，你生產內容，我給你流量。這個契約沒有合同，沒有法律保障，只是建立在一個簡單的商業邏輯上。搜索引擎需要好的內容來吸引用戶，網站需要搜索引擎流量來生存，雙方互利。現在 AI 讓這個等式失衡，搜索引擎和 AI 平台發現，我不需要把用戶送到網站上，我自己就能給出答案。用戶甚至更喜歡這種方式，不用點擊，不用等頁面加載，不用在一堆廣告中尋找真正的內容。一個讓用戶更滿意的產品，恰恰是一個讓內容創作者更痛苦的產品。但一個生態系統中，用戶體驗的提升和創作者的利益損失變成了同一件事的兩面，也就是悖論啊。這個生態系統就走到了一個必須重新設計的十字路口。AI 正在殺死餵養自己的生態系統，叫反噬。AI 從現有的這個知識啊，現有的這個頁面內容裡面，它去學習、抓取、生成答案，這是可以的。但是這個利益並沒有到現有的內容生產者上。那現在內容生產者他沒有利益，他就活不下去啊，他只能不幹了，對不对？不幹了，那你未来 AI 從哪兒抓取內容呢？所以說，你看啊，它正在反噬自己。它在 AI 正在殺死自己餵養的生態系統。互聯網接下來會變成什麼樣？目前還沒有人給出適合的答案。也就是說啊，你看 AI 第一步殺死這些搜索引擎，這些搜索引擎沒有辦法，只好自己革自己的命。你看百度啊，它也搞搜索，它百度搞那個什麼文心一言是吧？大家都在搞啊。原来做搜索引擎的，它也搞人工智能。沒有做搜索引擎的，他也搞人工智能，對吧？現在人工智能是大混戰。按照互聯網的這個特徵啊，未來只有1、2家人工智能能活下來，就是用戶不可能去用那麼多人工智能。就像為什麼後來搜索是吧？你看谷歌一統天下，等到谷歌從中国出去了，百度在中國一統天下，对吧？它占了絕大部分份額。為什麼？實際上很多人跟百度競爭啊。360也做搜索，騰訊也做搜索，都在做搜索啊。最後就是百度一下脫穎而出，谷歌也一樣啊，谷歌也面對全世界很多，對吧？雅虎也做搜索啊，做搜索引擎多了，最後就是百度一统天下。為什麼？就一個對話框統治天下。所以未來啊，人工智能也一樣，恐怕也就這麼幾家，2、3家。
一統天下。我們現在人工智能你手指頭隨便扒拉一下十幾家，是吧？這是第一个大廠焦慮，就不要以為你在做人工智能，好像你就能活得下去啊，未来就是你的天下，不做肯定沒你的份兒，那就不用想了。做呢，也未必有你的份兒。你說這就是最殘酷的地方啊！就你不做呢，肯定沒戲了，你就對吧？你已經上不了桌了，退出遊戲啊，退出比賽。你做呢？做現在正是殘酷競爭的時候，即便現在啊，現有的這些人工智能能活下來，那恐怕也就一兩家，一定是那一兩家一統江湖。而且啊，人工智能跟以往的互聯網時代還不一樣，互聯網時代搜索越多，它的邊際成本越低，它的利益越高。而人工智能可不一樣啊，人工智能用的越多，那成本就越高啊，因為那個 token 是要燒錢的啊，是不是啊 ？token 是有成本的。token 背後堆呢是算力和那電呢，就會導致什麼呢？導致你那兒啊，有的時候用戶越多，但是你不賺錢，那你馬上就黃。你越搜你越死得快，用戶越去，對吧？你越死得快。所以這個最後導致什麼呢？導致它既能給用戶提供這個更好的體驗、更好的這種答案，又能賺錢的，用戶真的願意付費的，這樣的人工智能才能活下去，否則你活不下去啊。所以這是第一個啊，這就是你雖然很多互聯網大廠都在搞人工智能，但是他們其實很茫然啊，也不知道錢是大把大把在燒，但是未來燒成什麼樣不知道，說不定這錢都是扔到水裡了，都是扔到水裡。因為一旦是未來，我打比方吧，國內就是豆包，對吧？一統天下，那你說那什麼千問吶、文心一言吶，那些什麼對吧？美團搞的什麼玩意兒？騰訊搞的什麼玩意兒？那都得黃啊。沒人用啊，就像死掉的那些，就像成千上百的那個死掉的那些搜索引擎一樣，沒人會知道它，沒人記得。你別看它現在搞得挺火是吧？就像那個當年那個搜索大戰一樣，360對吧？挑戰百度的很多啊。這第一個啊，第二個大廠焦慮什麼呢？就剛才說了啊，流量焦慮。你有沒有發現現在流量從百度搜索框或者那些垂直的搜索框開始往 AI 上遷移，那這個對搜索引擎這些企業，那就是個當頭一棒啊，簡直了，它那個量是直線下掉，它想辦法也沒用啊。雖然說百度自己搞這個人工智能，但是你很難把它切過去啊，自己的量沒了。還有很多不是做搜索引擎的，那量就更慘，對吧？這裡比如京東嘛，互聯網企業啊，本來是百度自己、騰訊在吸這個互聯網的流量。你像阿里、美團、京東、拼多多這些，他們都花錢去買流量，沒辦法，這就是花錢買流量。你在百度上搜一個什麼，你比如搜個商品，咣當跳出來第一個鏈接，你一點是京東，那京東你知道為這個花了多少錢嗎？就你這一點擊京東花10幾塊，你還不一定買了，但是10幾塊也給百度交啊，對吧？如果你在這個微博上你搜個什麼東西給你跳個鏈接出來，那鏈接一點是阿里的，或者一點是京東的，或者淘寶的，那都是要給大量的流量費的那個錢海了去了。就你點擊一下，你雖然沒買，你那商家10塊錢沒了，就這麼貴無數個10塊錢沒了之後，才有一單成交的，才一個真正的一個用戶。所以說，來一個新用戶，他要花500，就這個道理好多人不理解好多人說我怎麼，這個電商網站一個新用戶怎麼要800、500呢？他就這麼來的因為無數個像你這樣人點了這個並沒有買，但是網站為你這次點擊錢掏了廣告費掏了，100個人點完之後才有1個人去買了它，下單買了這個才是有效用戶。這個用戶網站為這個用戶付了500塊，那你想一想，你再琢磨琢磨，原來的那些靠點擊付費的都已經沒流量了，百度自己都沒流量了，對吧？微博也沒流量了，流量都到人工智能那兒去了。那你說京東、美團、阿里靠這個方式搞流量都搞不到了，你只會那個剩下的流量越來越少，那你要花的錢就越來越多，沒辦法。最近京東和騰訊都公布了財報，好像財報一公布，是不是股價就暴跌京東好像我看了一下，今天跌了10%，它的財報我沒仔細看好像是怎麼回事。總之，騰訊股價暴跌，京東股價也暴跌，為啥？是吧？這就已經反映出來了流量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在下降，而且是快速下降。那個騰訊
你想想，騰讯搞了20年，當了20年的霸主，結果一朝之間讓長江叫長興存儲，是不是一下就超過了？長興存儲市值超過騰訊，你說說？那你說馬化騰他能不着急嗎？不焦慮嗎？這是吧？那你長江存這個長興存儲這是幹啥的，對不對？他以前都不知道你幹啥的，突然哪兒冒出來一下市值就超過他。過几天還不知道冒出來一個什麼東西呢，对不对？直接就把它端了，是不是？那微信就沒了。這些在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時代都是教父級的人物，眼看着自己可能要退二線了，要落幕了，那他當然受不了啊。他以前是教父级，对不对？我以前做這個創業，我知道嗎？你所有的你創業，只要跟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相關的，你被迫啊，就是兩個馬爸爸，那個是叫两個馬爸爸，那沒辦法。你的任何創業項目，你就2條路，一條路呢，你上這個紅綠市場，你自己掂量，你能不能上這紅綠市場，從紅綠市場退出。第二個就是什麼呢？第二個就是兩個爸爸收，对吧？你把你賣給两個爸爸掏錢把你買了，這也是一個比較好的出路。你想啊，那個時候紅綠市場一年才100家、200家上市的，哪怎麼可能輪到你呢？对吧？你排隊排到你頭上呢。所以那個時候創業啊，最大的願望就是兩個馬爸爸收購，把你這項目一收啊，兩個馬爸爸以前就馬雲、馬化腾啊，就瘋狂收購啊，各種項目。然後投資人就能套现嘛，退出嘛，啊，你想想，那他們統治江湖10幾年，現在這個位置要讓出來了，這個人呢，落差他是接受不了的，所以他就要焦慮啊。這還沒到生死存亡呢，這只是說退二線，對吧？從塔尖上下來一點，他就受不了。所以說這個從流量，對不對？這個啊 ，AI 它只是改變了消費者的這個習慣。一個，我這以前是。對吧？搜索引擎現在用 AI 了，這改變了消費習慣。第二個呢，它是通過技術啊，改变了整個的商業模式。即便啊你在 AI 這個上面付費，對吧？幫我排第一個，你 AI 一搜完答案，下面也有帶鏈接嘛，對不對？幫我帶第一個，用戶現在已經不點那玩意了，用戶一看到答案夠了，不點那你說 AI 也賺不到錢，對吧 ？AI 沒辦法盈利。那後面內容生產者他也沒辦法把自己展現出來，生意模式變了。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是吧？最重要的是整個互聯網人口在下降，也就是我們的互聯網人口啊快速上升，上升到什麼程度呢？就大家看一看農村裡面老頭老太太，他可能不認識字，但是他會刷手機，對吧？他會玩抖音，也就是這就充分說明互聯網人口已經到頭了。接下來就是往下降，整個的互聯網人口在往下降，对吧？這已經是流量在往下降了，再加上 AI 的這個衝擊，你說說原來的那些互聯網大廠，哪個日子好過呢？哪個壓力不大呢？所以表現出來的就是從年初裁員一直裁到年尾，每個月都裁，滾動式裁員。實際上這個就已經把這個焦慮啊，把這壓力都已經寫在臉上了，不是寫在財報上，寫在財報上是。對吧？半年報披露一次，年報披露一次，好歹一年就2次。你這好嗎？你這每個月都裁，是吧？現在是滾動式裁員啊，所有的大廠都不安全，就是字節跳動也在裁員優化。所以你看，現在就是如果說大家覺得焦慮，你在大廠焦慮很正常，连你們企業都在焦慮啊。明天還有沒有他都不知道。那企業焦慮，員工能不焦慮嗎？對吧？企業一焦慮，他就開始收拾啊，開始折騰嘛。所以我們退一步說啊 ，AI 到底給我們的生產力，給我們現在有沒有提高我们的生產力還不知道，打個大大問號。但是它的變革是吧，已經來了，它先攪和上了原來的那個歲月靜好的日子，過去大家習慣的那一套，不好意思，對吧？要換了，要改了，這一變動一改，絕大部分人就適應不了，充滿了不確定性，對吧？過去10幾年行之有效的玩法沒有了。所以我可以說啊，百度的收入啊會大幅度下降，就是它那個靠搜索引擎排名那一套沒有用了。AI 給我們帶來什麼呢？現在好處好像沒看到，但是傷害是實實在在的，那就是裁員，很多人活不下去，對吧？你比如說在本來指望着這個搜索引擎帶來流量，它能有一些分成的，慢慢沒有了。這一批人是很大一批人呢，大廠的員工，對吧？也是工作沒了。
當然了，有能力的啊，那提前適應這種變化，或許啊能活得更好。但大部分人啊，那是適應不了這變化的，最後只能被淘汰。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